正道、灵命成长的3面向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平安，愿上帝祝福甲咱三个弟弟，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也对咱少年到年老。咱要领受上帝所赏赐咱伫伊活命的内底，咱的生命的福分，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伫你的礼拜当作为主席，阮邀请阮的亲人，阮邀请阮的朋友。也带阮的囡仔，阮大大细细伫主你的圣殿。你是阮永永远远的上帝。无论是伫阮家庭的生活，伫阮教会共同的信仰，也伫阮一生对头前所期待，阮的一生的成就，大事小事，拢是伫上帝你的手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通过敬拜，互每一个阮的朋友、阮的亲人，因享受到敬拜上帝的祝福，主要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弟弟，互阮享受敬拜的快乐甲改变。祝福阮毋是干那亲像囡仔，永远未大汉。求天父上帝通过圣经，通过圣神，也通过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伫真理的顶悬当大人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日阮同齐敬拜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。坐伫阮身边的阮的囡仔，祝福因对细汉就因的敬畏上帝，也听上帝的话，因的行为甲因的心思意念，无受这个世间最世俗的迷惑，因要诚做有主张的少年人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伫阮中间掌权，也愿你用你的光，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分享一个基督徒要安怎诚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要安怎当大人。你问讲牧师，基督徒要安怎当大人？咱伫教会出入，毋是因为你时间久，自然你就会当大人；嘛毋是因为你的爸爸是基督徒，所以你就诚做真实的基督徒。所以当细汉的时阵，我的主日学老师就甲我讲。你的上帝爱诚做你家己的上帝，因为你的上帝毋是干那恁爸爸的上帝，恁阿公的上帝。上帝无孙啊，上帝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伊亲自的家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句话代表什么？代表咱伫教会内底，咱除了参与这个宗教仪式，享受一个集体的交谊。咱教会真温暖的，大家兄弟姊妹互相的交陪。除了这以外，信仰上重要就是互人会当当大人，伫想法、伫态度、伫行为。一个当大人的意思，伫圣经有3句话：第一，因为上帝的帮助，所以伊当大人；第二，因为圣神的帮助，所以伊悔改。悔改是想法的改变。悔改嘛是一个态度的改变，悔改嘛是一个行为的改变。这3项拢足困难。想法要改变有简单无？咱讲一个人哦，定甲亲像石头，迄意思就讲，伊的想法哦，袂变就永远袂变。伊的坚持，伊的自以为是，伊的骄傲。所以今天我要甲咱讲3个，伫一个信仰的改变中间3个面向。我要甲咱讲救恩。因为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。救恩就是带咱行一条正确的路、稳定的路，是一个有价值的路。耶和华是咱的牧者，是咱的老爸，伊一生为着伊的名，带咱行义的路。圣经所讲行义的路是啥意思？是一条有价值、正确、阳光、尊贵的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。救恩、悔改、甲顶头生，有真侪基督徒一世人真少用深深的思考、深思熟虑来想救恩、悔改、甲重生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圣经有真侪人，有几个人讲到生命的3个面向，因为3很好记，就3点。牧师讲到常常嘛，只来讲3点，因为讲上侪点来歹记。
讲上少改成意犹未尽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”所以这嘛是3个面向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甲道路。”这嘛是3个面向。可另外一个3个面向是保罗，伊讲：“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现今所存有信心、盼望、甲仁爱。”兄弟姊妹，每一个3个面向拢有伊足深的含义，甲伊真正信仰的意思。可另外一个就是记载伫犹太书，耶稣会小弟犹太，伊写一张批，无分章节。但是第一张批中间讲，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要常常住在保守住自己，在爱神的爱的里面。这个信望爱足共有无？现今所存有信有盼望有仁爱。伊讲都爱伫至圣的真道，就是讲伫圣经的顶端受教示。第二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。圣神伫什么所在？圣神伫这个所在，有时咱骄傲，有时咱失迷，有时人自以为是，咱拢感觉咱介搞。特别即摆少年人，因为受教育方便，古早若有一个查某人，伊若读到国民校毕业，都真了不起啊！即摆清清彩彩，台湾囡仔吼，差不多真悬的比例拢大学毕业，因为大学招无学生，因为少子化，学校坐甲你若要读到一间，当然上好的歹讲啦。若要读台大、清华、交大、成大，这几间学校你相当要有努力。但是若要凊彩读一个大学，科技大学，我嘛毋是讲伊真简单。今仔日真侪囡仔因为因感觉因学历比许大人较悬，所以呢感觉因的想法拢是一定对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兄弟姊妹，只有2句圣经赞那点。伊讲上帝是咱一切的救恩是对上帝来。诗篇第3篇，兄弟姊妹若会当你今仔日对，重新甲诗篇第3篇读好熟，甚至甲背起来。伊讲上帝是我的帮助，上帝是我的力量，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上帝是我的冠带。我的救恩对上帝遐来，3周第8站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什么人是你一生的倚靠？人生难免会拄到风云，人生难免嘛会拄到闪失。人生你认真打拼要做事业，嘛无拄保证你绝对成功，对不对？立志由得我，但是活出来就不一定会当照咱的心意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救恩是一个足大的福气。救恩伫圣经中间，伊代表你不配得，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当咱沉沦想要饮水，伫遐噗噗收，啊，伫遐咧食水，喘气喘袂起来。那设施有一个贵人，伊伸一个手，对你华顶中甲你拖起来，无论是对你的头鬃啦，还是讲对你的手甲你扭起来，这就是救恩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明白。在咱人生中间，咱需要3项，就是救恩、悔改、甲顶头生。顶头生是最高潮啦，就是讲，互你活得精彩，互你活得漂亮，互你活得感觉死而无憾。顶头生就是讲我顶头来，以前我行的路，检在是照我家己的意思行。我伫一生的中间，可能行真侪冤枉路，但是忽然有一个光甲我照。就甲我报一条路，我就找到一条一生行的路。上礼拜我伫我 TV 录影，伫遐一个题目的讲道讲，什么叫做幸福？我甲因分享一个题目叫做：人若有一条路是一世人行的路，这种人幸福。你有同意无？我对少年就选这条路，我到年老嘛行这条路，我感觉对头行到尾。拢唔免行冤枉路。今仔有真侪人是3年5年换一个职业，3年5年换一个跑道，啊！你永远拢咧累积经验，但是永远拢无结果。人生内会当有一条路对少年，
8岁、10岁就决定讲，我一生要行这条路，然后一直行到年老喙手拍干，伊还搁咧行这条路。你讲这种是不是幸福？是。少年人上惊就是找无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甲恁分享一个人，叫做笛卡尔，不是笛卡尔，齐克果。伊讲一句话：人一生中间上重要，就是找到一项真重要的价值。伊用 idea 这个字形容伊咧找。伊讲：我若有一个观念，若有一个理念，有一个理想 idea， 我若有一个 idea， 这个观念带我对少年到年老为之生，为之死。意思就是讲，甘愿为着伊来死，嘛甘愿一生虽然双向孤单，我嘛有愿意照安尼来活。这原咱是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做伙来想，咱要怎样得到上帝救恩？第二，咱问咱家己讲，我一生对少年到即摆，我有心中的改变。基督徒若伫信仰中间无改变，你白我的，兄弟，我讲坦白。一个基督徒若来到教会读圣经遮尔久，这个信仰无影响到你，毋是信仰无力量，是你有可能愚蠢，嘛有可能骄傲。几礼拜前我伫 Facebook 甲恁分享一个影片，迄个影片咧讲起一个真出名叫做潘霍华，德国的哲学家、神学家，20几岁，也未到25、26岁就做教授，有够了不起的一个真有智慧的少年人。伊讲德国人上可恶的，毋是希特勒的邪恶，上介可怕的就是一群愚蠢的盲从。希特勒讲安尼，因就感觉安尼对，嘛毋是德国人啦听。伊发现德国的教会嘛，互希特勒洗脑，洗到极其的愚蠢。伊讲邪恶不可怕，愚蠢才可怕。伊咧讲的愚蠢，毋是无教育；伊咧讲的愚蠢嘛，毋是无 IQ。伊咧讲的愚蠢，就是根本无能力通判断是非。就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圣神甲咱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救恩对对来。对天顶来，人袂当救人，人真侪时阵是无能为力。但是对天顶来的上帝，伊的手会通保守咱、扶持咱、拯救咱。悔改心对对来，对内面出来，因为人的内面拢有一个良心。古早人讲，圣经讲迄个良心。有一个名叫做圣心，圣心会当伫人心内讲话，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无道德，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愚妄，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毋对，伊会甲你讲这样代志是邪恶。古早人就甲咱讲良心去教家去，就是咧指人清清彩彩生活。良心就是上帝圣心。踮伫人的内面，光若来，我们就离开。真理若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不再愚蠢，伊就得到自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安尼咧读圣经，你就知影讲，圣经原来毋是一个道理，圣经原来毋是干那一种的意识形态，圣经嘛毋是干那一个观念，原来圣经就是一种的力量甲活命。所以耶稣才会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这原咱是每一摆的礼拜，上帝拢为着你的要求，为着你的性命帮助你，互你顶头生。所以圣经讲，人的顶头生是什么？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的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吗？你愿意真做一个精彩？享受你的人生的人嘛，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耳孔，互咱所读的每一句圣经，拢有造就，拢有帮助。愿咱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来想。今仔日的圣经第一句话讲：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爱因得救，上帝嘛爱因明白真理。圣经讲：神爱世人，甚至
恁会记迄句话无？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啥？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世间人。上日有查经，牧师解说这句话，佮另外一个佮较深的意思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亲自来到世间，定死伫十字架顶悬。所以有诶真深真够思想圣经的话，牧师。伊讲钉十字架毋是耶稣那定，钉十字架迄个人虽然叫做耶稣，但是钉十字架迄个就是代表上帝呢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听你听我，听到甘愿为着咱受苦钉伫十字架顶悬。现在你敢知？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思。因为耶稣等于就是上帝，耶稣等于就是圣神，圣神就等于上帝。咱教会咧讲三位一体，听甲无啥啥，真侪人拢问牧师讲：牧师，三位一体要安怎解释？伫起头，上帝创造天甲地，上帝圣神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，因三个做伙创造这个天地。伊伫人类的历史中间用三个无共款的角色，有时用老爸，有时用朋友。有时用看袂到圣神迄个灵，安尼你有了解？其实这三个拢共一个，所以约翰讲上帝疼咱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互咱，这还阁无够了不起。道成肉体真正意思就是，迄个道成肉体上帝亲自死伫十字架顶悬，兄弟。你我咱何德何能，对不对？你我咱何德何能？这个这样尊贵的上帝为咱死啊！所以保罗才讲：伊为着我死，我要一生为着伊来活。少年人，恁的一生为主活，恁要活得精彩，活得无怨无悔，活得有大能大力。会记得，这不是牧师讲的，上帝要互恁活得精彩，活得快乐，活得漂亮，活得无怨无悔。恁来找这条路，关键仔日兄弟姊妹，咱做伫圣经的中间，咱来问什么叫做救恩？救恩是代表内在甲外在，外在代表我的经济、我的生活、我的环境。咱伫人生中间有时会拄到迄种咱无能为力的代志。我嘛捌甲恁讲，人的焦虑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心不如愿。人伫人生中间，常常心愿袂通亲像照你家己的心愿安尼去行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会为着心愿不足，所以心内就有快乐。但是救恩代表什么？救恩代表上帝伊白白予咱，伊带咱到安静的水边。互咱伫迄个所在青翠的草坡，上帝伫咱的人生、经济、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情景，这叫做外在。但是圣经咧讲的救恩，有另外一项，就是将你的观念改变，将你的态度改变，将你的行为改变，互你成做一个真有品格的人格者，互你成做一个互人尊敬。活伫这个世间中间，你若行过来，人拢会自动欢喜站起来。迎接你，甲你做伙打招呼，然后真欢喜你甲因伫因的厝内拜访伊。一个人的存在哪会当有活到这个程度？其实你会感觉讲够了。我哪有遮尔多好朋友，真心互相的这种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救恩上要紧就是，我过去是一个浪子，但是今仔日。我定心倒去到我的爸爸的厝，一个流浪国王的囝，会伫繁华的世界，踅一年了后，伊才发现讲走投无路。伊回头倒来到国王的王堡的城堡王宫，伊定心甲伊的爸爸讲：我何苦伫外面流浪？我的爸爸已经有遮尔多的荣耀甲宝贝。一个人的救恩最大就是。伊定心甲爸爸、甲人、甲上帝重修旧好，重新合而为一。
兄弟姊妹，救恩最大的意思就是，咱重新做上帝的囝，咱重新做天公的囝，咱重新领受一个上帝起头就予咱真宝贝。我听你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囝。你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人间挚爱》迄本册无？恁会记得迄个作者咧讲，伊的爸爸妈妈安怎教伊听因的儿歌？牧师佫甲恁拉英语，恁会记迄个字安怎讲无 ？Simply because， 对无？真简单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伊我的哥哥；真简单是因为伊我的囝。兄弟姊妹，牧师毋是真爱甲恁拉英语，毋是。但是有当时你听一个故事，用无共款的语言听的时候，你会足深互迄个一句真简单的一句话，你就永远背袂记咧。我所要甲恁讲这句话意思，就是讲，恁爱知影，你是上帝宝贝囝，恁相信吗？恁愿意吗？兄弟姊妹，咱拢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救恩是对来，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救恩对天人来，救恩是上帝所予咱的。上帝找伊的独生圣囝，甚至用伊的活命换咱的活命，用伊的丰盛予咱丰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伸出手来领受，你甲上帝讲，今仔日牧师讲甲遮尔大细声。如果这个祝福若是真的，我要兄弟姊妹，伸出你的手，拍开你的心，你甲上帝讲，我要对少年到年老，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享受伫你的怀抱的听，伫你的国度所备办的，所有的毋是荣华富贵，是所有一切有价值，对天人来甲咱备办的。八福来讲叫做 Makarios， 这个字希腊语讲，只有天上有，地上没有的幸福。八福迄个字，牧师讲这足一摆，迄个字希腊语叫做 Makarios， 这个字伫希腊话，这个字只有讲神才有的，所以伫希腊神话才用在神的生命的内底，才有用这个字来形容的幸福。换一句话说咧讲，天人的福气。要临到伫恁，因为恁要做上帝的囝儿，因为天国是属于恁的，恁会记无？因为恁要看见上帝，因为恁要受称做上帝的囝儿，因为今仔日上帝国度是属于咱的。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拯救在地摇花，愿你享受祝福你的百姓。牧师咧经这个圣经在的时阵。就是我为着咱教会，为着咱兄弟姊妹，代祷的根据。我相信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我相信是个时代人若为着伊的囡仔祝福，伊的囡仔会受祝福。我嘛相信教会中一甲牧师同款，咱来常常讲祝福人的话，祝福咱的兄弟姊妹的话。愿咱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常常讲祝福的话，互祝福的话亲像空气，看袂到，但是伊就充满伫咱的中间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我要甲咱讲，什么叫做悔改？有一个人死，毋是一个人，有一种人死都袂改啦，迄叫做愚蠢。有一种人真可笑。什么叫做悔改？悔改就是一种想法的改变，悔改就是一种态度的改变，悔改就是一种习惯的改变。现在你感觉这三项简单无？非常困难啊！人要改变人，简单无？翁仔某一世人对少年玩到老，较搭来搭去，有当时拢是观念的问题。空气在人叫的，你讲你的嘛？啊，你讲我都无都同意啊！兄弟姊妹，什么种的物件，什么种的代志，什么种的力量会当改变人的思想？教育甲宗教，教育也无拄会当改变人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教育常常是一种知识性、科学性的知识的传授。
宗教是改变人做人的态度，也叫做心思意念。牧师要甲你讲过一句圣经内底咧讲的字，叫做 logismoi， 迄个字，这个字咧形容希腊人咧形容心思意念的一个字。伊咧讲起人的心思意念有三种，一种就是伊的啥，伊的欲望，这种就是伊的这种的思想，个一种我形容我袂记的，人年纪都有差我想着，佮甲咱做复习。Logismo 伊咧讲起人有一种情绪，对啦，感情啦，人有感情的想法，人有啥物欲望的想法，人有思想的想法。希腊人因真够深思熟虑，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所以难怪伊影响欧洲遮尔大。所以听的姊妹愿咱今仔日开始思考，我有甚物种需要改变？我有甚物种改变会当带互我祝福？今仔日的科技的改变遮尔大，遮尔紧。今仔日科技若毋是因为追求改变，就要有新的物件创新。兄弟姊妹，伫你的想法，伫你的态度，伫你的行为，你敢愿意寻求真正对你有祝福的想法、态度甲习惯？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，毋是永远未改变，是互主改变，互圣性改变，互圣经改变，是愿意互上帝改变的人。一个人若无愿意改变，就算做上帝来，伊嘛未改变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常常有温柔的心，有清洁的心，有谦卑的心。求主帮助咱会当悔改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的理由就是伫你的内面有一种不安，迄个不安，圣经称之为圣灵的责备。一个人若做毋对代志，伊对心内有一个感觉讲不妥。我讲这句话，我做这样代志，我安尼的态度毋对。伫圣经讲，这叫做圣灵的责备。悔改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彻底上将我的错误的思想交互耶稣的十字架，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有甚物用遐尼大的代价，所以圣经保罗用一句话讲：我将我家己甲耶稣同等十字架。将我的骄傲，将我的自私，将我的错误，将我的糊涂，将我家己甲耶稣做为钉伫十字架顶悬。伊的意思就是，我彻底上将这无应该有的想法、态度甲行为，钉死老我，就是讲将我旧的想法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。兄弟姊妹，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常常听圣经的话来光照家己，发现咱家己为什么咱未进步，发现咱家己为什么伫什么所在咱未当大人，发现咱为什么常常甲人狡辩，有真侪人拢常常用辩论来保护家己的错误，迄是上戆的方法。上智慧的方法就是，你若知影毋对，点点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有真侪人毋是伊若做毋对，当向大家提出来讨论的时候，伊是愈辩愈大声。但是咱若知影毋对的时阵，点点就好，点点就是承认讲我毋对，点点就是承认讲我有勇气接纳我家己的错误，点点就是表示讲。不要看我的现在，请看我的将来。兄弟姊妹，恁愿意安尼吗？不要看我的现在，请看我的将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，有一日你会感觉讲有价值。我一生不虚此行，不是我，是因为上帝将伊的光、甲伊的荣耀、伊的尊贵放伫我的生命中。
兄弟姊妹，咱拢爱穿水衫对无？我从细汉就歹改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真够穿水衫的人。我从细汉就爱用穿水衫，爱用好面，无论能力有够无够不管。但是咱知影水的物件会当互人心旷神怡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水是对天灵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尊荣放伫咱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不要感慨，要感动，爱领受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。耶稣来，圣神来，是要互咱伫错误、伫好的代志、良善的代志做选择。耶稣来是要互人为着罪、为着义，意思就是伫错误甲良善的中间做选择，家己责备家己。就是家己伫内底做一个判断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有能力用这段圣经做祈祷，换手伫你的内心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赏赐我有智慧，赏赐我有好的态度、情绪，互我会当领受上帝你所赏赐我新的活命。顶头生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。这句话咱拢足够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虽然年纪一日一年一年在老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互你耶稣基督伫你内面迄种的活命是哪来哪水，阿们吗？咱的肉体会一年一年老，但是咱的品格，甲咱内底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会哪来哪清气，哪来哪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原来有一日到年老的时阵，咱无互人讲老岁啊。原来有一日咱年老的时阵，咱的囡仔真爱听咱讲话。原来到年老的时阵，咱会当有慈祥的智慧，互咱的囡仔感觉讲，我的许多人，永远是我的许多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伫这三项事顶悬，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选择。咱若愿意过顶头生的生活，咱来将你旧的活命交予耶稣，一笔勾销，划清界限。旧的代志拢才过去，新的代志拢变成新的。我甲以前的糊涂，我甲以前的骄傲，我甲以前的愚蠢，我伫上帝的面前划清界限。因为上帝的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求主帮助咱，所以兄弟姊妹享受信仰好无？咱来享受上帝伫咱一生，甲咱备办一个荣耀的生命的宴席。伊讲我伫问我拍门，我对外面带我炸作者外带，外送的这青草，你若开门，咱做伙享受天国的宴席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开伫地。咱的一生的救恩，唯独咱无外高，但是上帝若爱咱高，咱就真高。或者你相信无？上帝若爱你高，你无高嘛挡袂掉啊！迄叫做虎父无犬子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互你的性情，上帝互你的脾气，上帝互你的个性，上帝互你的智慧，爱摕出来用，爱用好对。因为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早就已经有伊的计划甲准备，咱唔该藏咧，永远放伫你的仓库，无甲摕出来用。信仰是摕出来用的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感觉无能为力的时，伸出祈祷的手。基督徒甲一般的咱的朋友，无论什么种的宗教，拢有人会拄着无能为力的时刻。或者你感觉有这种的情景？我甲人讲，我最近困无好，人甲我讲，牧师你还会哦，会啦，咱拢是人，咱真侪时阵有迄个无能为力的事，毋是咱的上帝无能为力，是因为咱对咱家己无能为力，咱对咱边的人有时更无能为力。
但是上帝若愿意伫咱中间做工，伊将这个无可能变做有可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会记得，牧师今仔日讲到救恩的时阵，牧师互恁一个真要紧的信心，所有的稳定甲快乐对耶稣来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恁会记住这个祈祷无？也是先要甲背起来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这就是2000年前开始，伫礼拜堂内底的祈祷，咱家叫做一句话的祷告。Kyrie eleison， 咱伫拜三咧祈祷会，咱常常唱这条歌。Kyrie eleison，Kyrie eleison， 这个诗歌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求你怜悯我。稳定对主耶稣来，对上帝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祷告，在于恩本，因着信本乎恩。保罗讲，今仔咱领受这种的快乐甲祝福，毋是因为咱够，今仔咱领受上帝稳定，是因为这是一种的白白的稳定。毋是用钱买会到的，伫这个世间真侪物件用钱买会到，但是若用钱买袂到的，才是重要。兄弟恁同意吗？若用钱会当解决的代志，拢小可代志。有真侪代志是钱袂当解决的，兄弟，是毋是？那当钱都拢袂当解决，迄阵的代志就足大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一切。救恩是对上帝来，把这句话背起来。保罗甲以弗所的教会讲，咱的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稳定，咱因信称义，咱今日上帝的面前受上帝接纳，甲咱讲我的宝贝囝回家就好。上帝甲咱讲，因为你回来了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救恩是代表一种的快乐。当咱无能为力的时阵，耶稣互咱得了自由。圣经内底咧讲的是这种的自由，互咱有赦免人的自由，互咱有无跨路的自由，互咱有无讲别出的自由，互咱有无骄傲的自由，互咱对家己、对上帝拢有信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圣神若来，人就得自由。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，亲自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生命中，你通握手，今仔夜晚要困之前，你安尼倒伫面床顶，请来圣神，赏赐我一个好的面貌，请来圣神进入我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伫梦中甲你相见面。上帝圣神要永远踮伫你的心内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二，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什么叫做悔改？悔改牧师甲咱提醒3项：第一，想法的改变；第二，态度的改变；第三，行为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你毋免做笔记，但是后礼拜就无有。你若愿意将这3项事当作重要的事，整理你的思想。人的想法不一定是对，整理咱的思想。你的想法，人的想法若正确，态度就正确；态度若正确，做代志就正确。我发现今仔日有真侪少年人，真敖讲话，真敖做代志。但是古早人讲一句话：要学做代志，真正应该先学做人。恁有同意无？恁有同意无？要学做代志，进前要先学做人啊！气死人啊！这世间有真侪人实在是儒家牛看甲北京嘛是牛，你搁家己教伊安怎悔改，教伊安怎反省，搁写个会读，伊读的了，搁讲，迄是牧师逼我抄写。哇！上帝伫头顶悬咯，但你讲啊，主帮助咱，亲爱的，你这个想法的改变足困难啊！你的时代人将什么种想法传互你，你就是什么种人。你是什么种的政党，你是什么团体，你看什么种的报纸，还你今晚甲你保证，
你改的想法拢同款。人的想法上歹改变，人的态度嘛足歹改变，人的习惯更加歹改变。你捌听过牧师悔改的故事吗？主啊，我做袂来，你若爱我改变，求你给我开力，甲上帝承认你无能为力。主啊，你若爱我改变，主求你先使我开力改变。奉主的名祝福兄弟姊妹，伫恁的生命、想法、态度、行为，日日新、月月新、年年新，日日新，逐个月换新，逐年换新。对少年甲年老，愿天父上帝赏赐。若毋是圣神帮助，无人读有圣经；若毋是圣神帮助，无人听有四大人的讲话。长辈咧甲你讲的话，少年人来讲做你毋捌啦。到底是啥物人毋捌，也阁毋知影。愿上帝圣神甲咱三脚伫地，牧师要甲咱分享。伫你内面有一个常常咧甲你讲话，但是你无愿意听的，迄个毋是人，迄个是圣神。也这圣神常常伫咱的心来甲咱讲话，但是有时因为咱无意识到这个信仰甲咱的生活是有关系，所以咱就听袂清楚上帝的声。愿今仔这个礼拜主的圣神常常甲你三脚伫地，有时轻轻啊甲你讲，但是有时你若无愿意听，愿这个圣神大声甲你嚷。牧师毋是甲恁强悍，圣神毋免大声讲。伊若轻轻啊讲，愿咱拢听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伫地，圣神毋是行为，圣神就是互人对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不断的改变，持续的改变。所以悔改毋是一摆，悔改是代表旧事已过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意离开歹。愿意离开你旧的生活的态度，或者你若有决定要改，古早人讲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相信这句话真有道理，但是我要甲咱保证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圣经是安尼用的啦。是只有愿意，甲无愿意。当咱愿意的时阵，上帝力量要伫你的生命中，而且不但伫咱的生命，嘛要伫咱的囡仔，嘛要伫咱的家庭。你相信吗？跪落来祈祷，相信祈祷，我靠上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赏赐咱破镜重圆，在绝境逢生，就是伫绝望的所在有一个顶头生新的画面。求天父上帝赏赐咱。耶稣讲：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入天国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迄句话意思就是悔改了的新的生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你旧的态度、将你旧的思想、将你旧的习惯，你用大头钉你写下我的不好的臭习惯，无人知，你甲写一张字条，钉在你的书桌前的壁。你甲讲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将我的老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你会感觉讲这足好笑？兄弟姊妹，一个行为代表一种的态度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旧的习惯。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接纳，也愿咱享受。当然我不过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的我内面的我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祝福咱兄弟姊妹享受耶稣活在你内底的幸福，
享受耶稣活伫你内底迄种的无共款，享受耶稣活伫你内面迄种极大无比的，你感觉太棒了！好，主干咱三个地地，互咱叫做新创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领受这三项的礼物。主的救恩临到你的人生，主的圣神带你悔改，主赏赐咱活在耶稣基督里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你对因讲话，主你安慰因的心，赞因的胆。互因勇敢为着家己生命的尊贵，来做新的行动、新的决志。主帮助阮的家庭，赞助阮的教会。独只有健康的家庭，才会通有健康的教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教会，是一间耶稣基督踮伫阮内面的活的教会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